位伫东区的德光中学，因上大的特色就是优秀的英语教育，也因为学校积极发展英语相关的课程甲活动，也互因的学生伫各项的英语比赛当中得到真好的成绩。即届由外交部所举办的外交小尖兵的比赛当中，德光中学的代表队也摕下全国第3，这也是因连续15档进入总决赛。是我们小尖兵参加了全国决赛，进入了第3名。在24个队伍当中，这是非常难的经验。好，因为呢有机会可以跟外交部一起去参访一些国际的单位。好，这对外交部来讲也是一个跟教育部很重要的合作。德光第15年进入这个成绩，真的是非常棒。在这2个月，我们不间断的练习，然后感谢那个教育部还有外交部举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有机会那个推广我们自己，然后学习到国际事务，然后还有我们学习到国际事务，然后外交部在做什么，然后还有我们台湾人民需要配合外交部，然后推广我们的外交。过程要感谢的人有很多，那个有校长，他帮我们准备很多东西，帮我们增加体力，然后还要感谢圣母妈妈，然后还有 Pola， 然后还有 Wendy， 还有 Adam 帮我们训练，还有怡君姐姐帮我们补东补西。我们的练习过程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，但是我们过没多久就可以找到共同的方向，然后就继续走下去。所以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结果，都是因为我们中间的一些共识，也有一些火花。有很多的学长学姐，用他们过去的经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表现、更好的结果。那也要感谢我们的爸妈，愿意让我们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才有这样子的比赛的表现。除了外交小尖兵得到优秀的成绩，今年的台南市英语文竞赛当中，德光中学也摕下独家剧场、团体歌唱、广告书3个得优，也是台南市唯一的3冠王。台南市的英语文竞赛，好，台南市的英语文竞赛呢有3个重要的项目。首先第一个是读剧，好，那读剧呢有8个同学一组，好，那我们在读剧的部分是取得了特优。那第2个是团体的唱歌，好，那歌唱的部分我们也取得特优。还有呢，英语说故事比赛 A 组，好，我们林真同学也是取得特优。所以呢，德光的英文老师在常年耕耘英文教学有成，所以我们3次特优，好，3项特优，3冠王，德光就是赞，德光老师就是棒。看到学生优秀的表现，校长除了非常肯定以外，伊也认为学生未来需要加强英语阅读甲写作的能力，才有法度互因有更较好的表现。校方也会积极来培育学生优质的英文能力，互因成为会使甲国际沟通的人才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